究竟乾性皮膚用唔用到 Decor 以至持久粉底？想知就繼續睇落去啦。質地流動性高，而且非常易推。一邊面用 Beauty Blender 上，中等遮瑕度有明顯瑕疵就要另外加遮瑕膏。另外一邊會用掃上，遮瑕度會稍微增加多1至2成。佢隔一陣個膚感就會變得好清爽，夏天用會覺得好舒服。妝感都係好偏自然無面，佢暗沉嘅程度亦都屬於偏低。依家朝早9點鐘，準備出發做嘢。經過咗4個鐘之後，俾大家睇下個妝感。我用咗呢支粉底咧12個鐘之後嘅妝感，我抹走一邊咧俾大家對比下，冇乜浮粉棘粉情況。我本身係乾性皮膚，但係我覺得我都可以用到呢一支粉底啦，完全唔會覺得乾。佢嘅妝效咧係非常之自然嘅，佢係會成膜嘅嗰一種，大概可能隔5分鐘左右咧，咁其實佢成塊面我已經 feel 到係好乾爽噶啦。咁如果乾性皮膚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唔需要加水分都可以。同埋咧，我呢幾日個皮膚狀態係有啲敏感嘅，尤其是係呢啲位置啦，咁佢會有啲 texture 同埋有啲死皮仔啦。所以但係你見到其實佢都唔會話覺得好乾咯。咁我覺得如果以一個 long wear 嘅嚟講，其實佢真係保濕度啊，同埋個持久度已經做得非常之好。我想講咧，呢支粉底先係360蚊港紙啫，我喺香港買嘅。咁所以如果以呢個價錢佢做到呢個效果咧，我係非常之推薦大家去試下，冇後悔買呢支粉底。